朋輩支援嘅挑戰與應對策略。一、挑戰缺乏專業知識。策略：朋輩支援人士不需要成為心理專家，只需掌握壓力急救嘅基本技巧，並了解何時應該尋求專業人士嘅介入。二、挑戰情緒共鳴過度。策略：支援者需學會設置情感界限，避免因長期介入他人壓力狀況而導致自我耗竭。三、挑戰當事人拒絕幫助。策略：使用耐心與同理心，避免強迫當事人接受幫助，而是鼓勵他們以自己嘅節奏進行調整。朋輩支援範例：情景：同事因工作壓力表現異常。觀察：檢視注意到同事最近情緒低落，經常加班且效率下降。開始支持：我注意到最近你好似比較靜，感覺還好嗎？有什麼需要幫忙的嗎？提供安撫：我知道工作壓力很大，有呢種感覺都係正常嘅。想不想找個時間同我傾下偈，睇下可以點樣一齊解脫？協助連結：如果需要，我可以幫忙揾主管重新安排優先次序，或者我哋可以一起睇睇有沒有適合嘅資源配套。